船家，哎，送我过河，我给你2两银子。好嘞，来，慢点。哎，主子，慢点！哎，船家，我们要上船！哎，主子，注意脚下！哎，主子，哎，停下，把船划回来，我们要过河。好啊！哎，不许回去！这摆渡哪有不接客的道理啊？我给你5两银子，这船我包了，走。5两啊！我也有，对，我们有银子。谢兄台，我就送您1个人，我不管他们了。走，我给你10两，10两，10两。不，兄台，那可是10两啊，都够我买一艘好船的了。我给你20两，30两，对，给你30两，40两，我50两，50两，60两，100两，100两，都给我娶媳妇买地，生俩孩子都够了。老大，怎么不还价了？我不出价了，因为比钱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多，我肯定输定了。谢谢兄台啊。主子，他跟你玩狠的。你不是喜欢钱吗？那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，每年多给你烧些纸钱，怎么样啊？主子，他跟咱来土匪这一套，咱有钱，他没用啊。我1两都不要，我就送你1个人。我只收你60两银子，我只收60两。我呸！60两银子，狮子大开口啊！我身上的钱刚刚都给你了，现在没钱了，赶紧给我滚！不是老大，你回来！老大，你回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龙小弟啊，你不是龙吗？有本事飞过来找我啊！不是，不客气，就当我刚刚又免费教了你一堂江湖经验啊！走了，龙小弟。你笑什么呀？找船去啊！哎呦，皇上，咱这儿就这么一条船，没船了。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